他今天的呀，人家差不多是那个看不到了呀，因为这是在那成都属于一开始呢，我们过去3年，巡逻团北面给你推蒙团的呀，人他那个那个的西这个团的呀，把个3月回家请不出来，给去年的前不几个他们的，因为社交的通过的那个数有进步。你方案我做这个推荐定这几个年最早的我做某西家新民用来日的话，那东西你们这个做那个这样我的底下我那全部的操作的也是不一样的，别都经济差的，从铁蛋到这个人家我们过去谁家密码上面我那东西你们这个套的呀，他留给的老塞，然后就别解决现在没别套了。你现在差不多大家看见买不到的呀，你妈咱买一个东西2天拿钱，去年吃不就去冲说，一冲完电话都开始那3年第一个蒙过这来才下位呢，说话你是这种给用的操作不相互不对的，人家常常抢嘴就打，人写种无语干活的，天天兄弟没有别个天天差不多，咱买一个的呀，你们都学生朋友的呀，推广教育那不能行。王最我们呢，估计里边的东西什么样的，需不需要的？人家操作里边的估计的呀，操作全部不要在地里呀，买的，家庭里边的我们推广现在我健康慢慢要从，这是不他们人家给你的，我毕业里边出钱的那个不要提醒你们的，人家社交的通过告诉，对政府少年人媳妇的提醒我这个他们的东西，这就是咱家的18、32年了，我们的。根据把查单3家查单呢，因为查在主动的登记需求的超税50倍拿钱的，而且是不拿中现在在那个查单也没看见有那个在你的推出的看嘛，我当初是怎么用的呀？因为我们这边嘛，咱们说这些全部啥的，底下厂务老的呀，或者是你的军务团的，因为这个说话是这种3分4出证，那厂务老的或者是比较挣钱。现在我就觉得那个后面我这边在全部人出做完了呀，我说现在比较不有，比如就咱们的很多这些的老人的，别说他我这个人的，本就属于破钱了，他们现在那个他们会，可以讲我。
Đó là vậy.
Thank you.